新竹县利用 AI 机器人，予县内总共71间公立幼稚园参国小的特教班，每一间教室都会当利用数位教材来增加囡仔教学的丰富性。而且这机器人会晓讲客语、台语、英语，予学生会当接触无同款的语言。幼稚园囡仔利用 AI 机器人练习数学，还有对着音乐做体操以及跳舞，学生是哪学习哪算。玩了好多游戏。游戏还有呢？讲故事。说故事，好棒！还有呢？唱歌。唱歌。机器人除了会晓真侪科目补贴老师上课的教材以外，机器人所使用的语言，可以当选择客语、台语、英语。比较弱势的孩子，那其实他们在语文发展方面的刺激会比较少。像我们有越南籍的孩子，那他的那个华语的发展没有很好的时候，那透过他到语文区去操作开闭，那他的那个语文在1年内就快速的进步。还讲透过机器人，学生唔但感觉上课真趣味，对刺激囡仔脑部发展嘛真有帮助。一方面呢，他孩子的思维他会更广阔。那二方面呢，可以发展孩子的不管是左半脑，我们说理性的或者是科技的，那右半脑呢，他的艺术是让孩子能够更扩展的延伸。让机器人来做老师，这是新竹县新的政策。13个乡镇71间公立幼稚园以及国小特殊教育班，目前总共有7000个学生。自今年开始，每一间教室内底拢有一台机器人老师，希望利用 AI 科技，让囡仔学习更加丰富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